0-15，絕對懸殊嘅奪冠次數，但偏偏呢場就係歐聯8強最矚目嘅大戰，皇家馬德里對阿仙奴。而呢場比賽對於今日嘅主角亦都別有意義。10年前，挪威美斯嘅名號響遍全球，從12歲走入大家嘅視野，16歲上演國家隊處子戰，到後來上演全歐洲知名嘅神童巡迴試腳，披上皇馬褂，攞下高薪厚祿。然而各種嘅吹捧冷卻過後，正當大家都開始忘記佢個名，並且認為佢只係其中一粒流星嘅時候，佢就唔俾自己嘅火焰熄滅，最終佢實現到自我救贖。10年過去，今日嘅佢已經唔再係天才少年，唔係皇馬鬱鬱不得志嘅氣象，佢係準備好挑戰王者重新嘅廠長。大戰前夕，我哋就睇下曾經嘅皇馬金童，而家嘅阿仙奴隊長奧迪加特嘅故事啦。When you say home and my childhood, I would think of the pitch next to my house. That's like my childhood. That's home for me. Football. So yeah, it was school and football, and that was it. 大家好，我係 Ryan， 歡迎翻到嚟好耐冇出現過嘅猛將傳啊！係啦，喺開始之前，想問下各位90後，有冇人同我一樣開始進入一個記憶錯亂嘅時期呢？具體嘅例子係咩？例如以為阿魯同埋霍頓仲係20頭，戴巴拿同埋基沙文仍然處於黃金期等等。假如你哋同我有一樣嘅錯覺的話，我諗我哋都冇得唔認老啦。而喺呢個記憶錯亂嘅時期中，當年相當震撼嘅超新星巡迴試腳事件，原來呢件事都已經去到10年之前。13年嘅職業生涯長度換轉正常球員的話，其實已經去到生涯嘅暮年。但當日嘅主角奧迪加特，依家先不過係27歲，大概咁亦都證明咗時間係相對嘅，佢嘅長短係取決於你點樣度過佢。而奧迪加特能夠持之以恆嘅原因，可能係因為佢從小到大就已經能夠將足球當作時光機啦。對足球嘅熱情，你我佢都冇分別。童年時期嘅神童同我哋一樣，只要有個波喺腳下，佢就能夠忘記晒時間，花上整日時間同個波相處。從出生識得走路開始，佢已經追住個波喺度跑嚟跑去，從小就有呢種熱愛。我諗你都好難相信，呢個唔係嚟自曾經都係挪威職業聯賽踢波嘅爸爸嘅遺傳。你哋係咪以為奧迪加特之所以成為球員，一定係因為爸爸希望個仔子承父業呢？但其實一切都係啱啱相反，爸爸並冇強迫奧迪加特中意足球。相反，有時爸爸想休息嘅時候都俾個仔拉走。奧迪加特對足球嘅熱愛比起爸爸更加強烈。童年時無論係同朋友喺球場度比賽又好，接受正統訓練也罷，從一開始佢嘅目標都只有一個，成為球員。而當個仔有興趣，爸爸又點會有唔幫手嘅道理呢？7歲開始，奧迪加特就接受緊每個禮拜20個鐘頭嘅訓練時間表。爸爸最着緊嘅就係佢嘅意識同埋步伐。從小到大就奧迪加特喺花園入面接受訓練，冬天嘅時候帶個仔去到體育館入面，一路對住場傳波，自己一邊從後施壓，強迫佢培養控球之前先望空位嘅習慣。頭腦同埋技術係奧迪加特職業生涯嘅標籤，呢啲意識亦都係喺嗰陣時潛移默化鍛練出嚟噶。與生俱來嘅天分同埋適當嘅培育，亦都令到奧迪加特成長速度比同齡人更加之快。佢亦都因此被邀請到去精英足球中心度訓練，而即使係面對實力更加之強嘅隊友，佢基本上都係最有決心嘅一個。儘管正式嘅訓練從3點半先開始，但奧迪加特每日放學2點半就已經會跑到嚟訓練中心，然後開始每日5個鐘頭嘅訓練。訓練結束之後，仲要繼續換翻波缽加操。11至12歲喺中心冇人嘅週末，你永遠都能夠揾到奧迪加特，因為佢會自己嚟到中心，重複做住每一日都要做嘅事。尼采曾經講過，熱情係天才嘅第一步。喺足球層面上面，奧迪加特無疑係非常之有天分，但對於足球着迷嘅程度好似黐線佬一樣，或者先係佢年少成名嘅原因。天生嘅球員指嘅唔係佢嘅能力，更加可能係佢嘅專業精神，而呢個正正就係神童嘅童年啦。Tauste Barcelona-spillere på tribunen.
Barcelona, Manchester City og Bayern München følger Ødegaard. Ronny Deila bruker store ord om fyren på 15. Jeg visste at han kom til å gjøre en forskjell. Er det soleklare midtpunktet i Strømsgodset. Den nye Messi. En forbilde for mange. 15-åringen var på vei til Manchester United. Vi har hatt en Maradona, vi har en Zlatan i Sverige. Han er blant verdens beste 15-åringer. I remember perfectly because he came with his father maybe 2 or 3 days training sessions. He needs 5 minutes to say, this player play good. This player have fit. 咁早就過住職業球員嘅生活，喺最看重技術同埋意識嘅年紀，無論係訓練抑或實戰，基本上已經難逢敵手。用技術彌補身體上面嘅未成熟，青年比賽慢慢已經冇辦法幫佢取得進步。當佢嘅成長去到樽頸嘅情況底下，喺13歲嗰年，佢亦都開始參與一隊嘅訓練同埋友誼賽，兼且喺挪威第2、3級別嘅聯賽比賽。大家一開始唔知道佢來頭嘅情況底下，當然都唔會認真咁樣看待呢位小朋友。但最後當比賽越嚟越深入，佢哋就發現，就算佢哋用咩拿詐招，都阻止唔到奧迪加德。即使係曾經效力利物浦嘅挪威國家隊隊長 Flop Kip 都曾經喺聯賽中被15歲嘅奧迪加特玩弄。於是乎佢亦都開始聲名大噪。佢經歷咗球壇最瘋狂嘅15歲，15歲117日挪威頂級聯賽地標戰，15歲150日職業生涯地標入波，15歲243日對阿聯酋成為大國腳，15歲0300日歐國杯外圍賽出場，成為賽事歷史最年輕上陣球員。而從嗰陣時嘅影片中，你已經能夠睇到佢嘅表現。即使係放到依家，佢嘅大局觀、腳法同埋勇氣，都已經屬於頂級職業足球嘅水平。稚氣嘅面孔阻止唔到佢熟練嘅踢法，面對眾人仍然毫不懼色咁樣突破。佢嘅身影亦都難免令人諗起曾經嘅巴塞30號。喺佢第一年嘅職業生涯，無論去到邊一個球場，挪威嘅觀眾都會站立拍掌鼓勵佢。15歲就已經踢咗1400分鐘，23場比賽，兼且交出咗5個入波、7個助攻，自然地亦都冇辦法制止歐洲豪門對佢嘅興趣。總共30間歐洲豪門邀請佢試腳，佢簡直就係活喺所有小朋友嘅夢想。基本上佢去到邊度都會受到熱情嘅招待，大家對佢嘅評價亦都只褒不貶。拜仁係最首先對佢有興趣嘅球隊，而喺跟操期間僅5分鐘時間，哥迪奧拿就已經瞬間被少年嘅才華所震撼。佢徹底愛上咗奧迪加特嘅足球智慧，並且激動咁樣懇求佢哋一家嘅足球顧問切記要勸服奧迪加特加盟拜仁慕尼黑，因為自己將會將佢培育成為世上最好嘅球員。而去到阿仙奴試腳嘅時候，佢亦都被雲加稱作同15歲嘅法比加斯一樣全面嘅球員。教練為咗討好呢位挪威少年，更加親自邀請佢去到外面食晚餐。高普形容過奧迪加特係自己見過最瘋狂嘅天才。雲高爾試過專登飛往挪威說服對方。同年時嘅愛隊利物浦亦都派出謝拉特做說客，兼且俾佢參與球隊嘅訓練。呢啲仲唔係每個中意足球嘅少年嘅夢想咩？不過佢哋通通都比唔上皇馬。由談判開始嘅時候，佢哋已經別有用心，將談判安排喺放置咗10個歐聯冠軍嘅房間入面，然後再派出2隊嘅教練球王斯丹，詳細咁樣向佢介紹到底會喺球隊入面擔任一個乜嘢角色。呢份誠意已經令到奧迪加特印象深刻，而最後篩選出嚟嘅亦都只有利物浦、拜仁慕尼黑、阿仙奴同埋皇家馬德里。但係考慮到4支球隊當中只有皇馬擁有踢職業聯賽嘅2隊，加上佩雷斯亦都承諾會願意俾佢馬上跟隨1隊訓練，同埋佢又能夠喺2隊中接受斯丹嘅指導下成長，兼且吸收實戰經驗，再加上一份8萬歐元嘅周薪，同埋皇馬仲為爸爸安排咗一份年薪210萬嘅 U11 教練合約。結果16歲嘅奧迪加特選擇加盟皇家馬德里，而喺得悉交易失敗嘅原因係因為冇2隊踢職業聯賽底下，慕尼黑嘅體育總監亦都講出咗一句：如果早知道係咁嘅話，我哋會為奧迪加特設立一支2隊。可見挪威天才嘅實力到底有幾咁強大。但無論幾咁懊惱都好，挪威天才最後都係選擇落戶馬德里斯。天才配上皇馬褂，睇嚟係天作之合。佢嘅職業生涯亦都就係咁樣邁進咗一大步。但呢個決定係咪正確呢？時間會話俾奧迪加特知答案嘅。承接翻上一段最後一個嘅問題，對於呢個問題每個人嘅角度都唔一樣。喺奧迪加特眼中完整嘅計劃，喺歐洲大球會眼中就被一致睇淡。佢哋都清楚皇馬所用嘅手段係啲乜嘢。
其他球會其實都能夠開出一隊嘅位置俾佢㗎，但幾乎冇人會呃佢話佢同一隊嘅實力接近。而當中，我認為雲高爾所講嘅説話係最一針見血㗎。假如你要選擇一個令球員成長嘅地方，咁嗰個地方絕對唔會係馬德里。然而佢哋講嘅嘢係咪真嘅呢？咁講啦，皇家馬德里熱情得有啲詭異。喺爸爸話俾皇馬知願意加盟之後，第二日朝早，奧迪加特喺仲未瞓醒、梳洗都冇時間嘅情況底下，就被擄走一樣，被告知要馬上去到機場前往馬德里。落機之後就被送到訓練場進行體檢，跟住落嚟就已經被送到去有幾百人嘅記者會上面，從名宿布達堅奴手上接過球衣。喺可能係人生最重要嘅時刻，每個人都會想好好準備，表現出最佳狀態嘅時候，當刻嘅奧迪加特仍然穿住喺挪威屋企着住嘅黑白橫間嘅出街衫，佢甚至乎連點樣用個翻譯器都唔係好知，自然反應表達出嘅害羞同埋緊張，呢啲正正係佩雷斯樂意睇到㗎。而幾日之後，奧迪加特亦都就係咁樣企咗喺巴爾同埋斯朗拿度旁邊訓練，鄰家男孩夢想成真嘅劇本，一夜成名嘅迪士尼故事，喺網絡時代發酵，為銀河艦隊又多添咗一啲嘅色彩。而奧迪加特亦都喺3個月之後入替斯朗拿度上演咗皇家馬德里嘅處子戰，16歲零157日成為皇馬歷史最年輕上陣紀錄保持者。只係公主嫁俾王子之後，到底邊個話一定會大團圓結局㗎？對於低調踏實嘅奧迪加特嚟講，從小到大佢唯一集中嘅就係足球。皇家馬德里浮華誇張嘅虛榮令佢有少少唔能夠適應。而實際上，本來看似準備周詳嘅計劃執行起嚟，佢先發現自己嘅身份其實真係太尷尬啦。冇錯啊，佢真係喺一隊度訓練，身邊嘅卻奧斯、斯朗拿度、摩迪亦都俾咗好多有用嘅意見佢。但奧迪加特非常清楚，對方只係將自己當作小朋友而唔係對手。而去到二隊，大家都喺度望緊一隊嘅位置，依家突然間有個人空降落嚟，就能夠達成佢哋嘅夢想。喺人哋眼中，可能呢個係一個美好嘅灰姑娘故事。喺本來嘅青年軍球員眼中，佢就係嚟爭飯食㗎。佢冇辦法融入到去球會嘅環境當中，喺皇家馬德里佢根本揾唔到自己嘅位置。陌生環境底下，潛意識地你都只會想做最穩妥嘅事。冇信心嘅奧迪加特冇辦法發揮風格，霎時之間失去咗佢最獨特嘅創造力同埋靈感。儘管佢二隊嘅隊友同埋教練都肯定咗佢嘅技術同埋職業態度，只係喺經過瘋狂炒作之後未有取得進展，大眾對佢嘅評價亦都消極起嚟。最後喺安切洛蒂離任之後嘅自傳入面，佢就直接咁樣承認奧迪加特嘅交易根本就唔係嚟自自己嘅意願。佢入面嘅內文寫住尊重主席嘅決定好重要。佩雷斯已將皇馬打造成為銀河艦隊聞名，有時候自己根本就冇辦法參與呢啲交易，為咗呢啲事情作出反對亦都係浪費時間。既然主席話最少要俾佢踢3場比賽，咁我咪盡力配合呢啲公關活動咯。我對於佢嘅簽約有冇興趣？冇，反正佢發揮實力嘅時候都唔係我任期嘅事情啦。佢甚至乎試過直接同奧迪加特講到，奧迪加特其實你喺呢個位置只係第8選擇。大概你都明白呢個就係職業足球嘅殘酷。而望住越嚟越唔妥嘅環境，奧迪加特同佢嘅爸爸亦都選擇提早抽身。經過2年嘅洗刷之後，佢亦都唔似16歲嘅時候一樣咁炙手可熱。人生只能夠向後理解，但腳步必須要向前。所以佢亦都選擇去到海倫分進步，佢開始將自己強迫得更加犀利。當時佢嘅隊友就講過啦，奧迪加特甚至乎會將健身單車推到去桑拿房入面踩，會喺健身房練跑嘅時候手腕綁上負重。大家都唔知道佢到底想做啲乜嘢。然而即使喺荷甲呢種競爭性較低嘅聯賽，佢冇辦法交出數據，兼且受到傷患困擾。天才被打擊，銷聲匿跡，消失於人前並唔罕見。轉投皇馬呢個決定，幾乎就摧毀咗佢嘅職業生涯。好彩嘅係，正處於職業生涯最危險階段嘅佢，捱過咗呢3年痛苦嘅時期之後，佢遇上咗佢職業生涯嘅第一位伯樂 Nedin Slutsky。佢對於奧迪加特抱有100%嘅信心。佢表示奧迪加特係自己見過精神最強大、最自信嘅球員，佢總係能夠照顧好自己，非常之專業。過去佢未能夠發揮，只不過係因為佢得唔到隊友同埋教練嘅信任，先至令到佢一直處於一個平台期。於是乎，佢重新將奧迪加特安置到去進攻中場嘅位置，並且幫助對方融入團隊之後，曾經嘅挪威神童終於都翻到正軌，11個入波，12個助攻，入選荷甲最佳陣容。荷蘭球壇對佢嘅評價，甚至乎比起當
當季崛起嘅法蘭基迪莊更加之高。佢重新用表現話俾大家知，佢仍然喺度努力咁樣向上爬㗎。佢亦都終於攞翻一個本來應該更早嚟到嘅機會，去到皇家蘇斯達正式登陸西甲，同伊薩奧耶沙巴合作攻堅，成為西甲月度球員。喺嗰一季，佢仲成為咗全國西甲第4多成功過人，同佢奧斯一齊並列最多關鍵傳球嘅球員。2020年2月，國王杯更加入波淘汰皇家馬德里，幫助球隊打入決賽，季尾攞到歐聯資格。皇馬望到你出色嘅表現之後，好快就已經決定將奧迪加特提早1年重召。奧迪加特唔想半途而廢，所以再一次選擇嘗試喺班拿貝證明自己，喺曾經嘅二隊教練斯丹手下效力。但偏偏喺20到21球季，佢又因為季初患上咗肺炎之後影響發揮。皇家馬德里係一個你把握唔到機會就唔會有第二次機會嘅球隊，結果成個上半季就係咁樣坐喺後備席入面，望住喺皇家蘇斯達比賽嘅畫面，佢就越嚟越掛住球場。終於佢選擇翻到去現實，佢知道自己最需要嘅就係落場嘅機會，佢知道自己嘅價值喺邊度，佢唔想再成為皇家馬德里嘅陪襯，佢想要證明自己並唔係一個吹捧出嚟嘅傀儡。而喺呢個時候，佢收到一個嚟自倫敦嘅電話。從深淵中升起嘅人，比從未跌落過嘅人更加懂得飛翔。或者如果一開始佢接受哥迪奧拿嘅建議，去到拜仁慕尼黑，佢嘅職業生涯會順暢得多。又或者佢去到佢童年時嘅愛隊紅軍，能夠等到高普過嚟建立新嘅王朝，可能佢已經擁有聯賽同埋歐聯冠軍。可惜人生係冇咁多如果㗎，亦都冇咁多時間俾你去回望過去。佢並唔後悔加盟皇家馬德里，一啲都冇。喺呢度得到嘅建議，令佢學識咗點樣去成為一位頂級球員，亦都被動咁樣學識咗點樣堅強同埋面對挑戰。呢啲亦都成為咗塑造佢作為一個人嘅部分。不過佢唔想再蹉跎歲月啦。對比起再去成為超級球隊嘅一份子，佢更加想要落手落腳去建立，而唔係去攀附所謂嘅成功。而自從當年雲加盛讚奧迪加特之後，其實阿迪達早就已經對呢位挪威人留下咗深刻嘅印象。但要游說一位皇馬球員去到重建期嘅阿仙奴並唔容易。不過奧迪加特選擇咗耐心咁樣聽阿迪達嘅願景，阿迪達亦都巨細無遺咁樣向佢解釋到底佢打算點樣去建立球隊，點樣去培育自己成長同埋發揮。於是挪威人選擇放棄留喺皇家馬德里，轉投北倫敦嘅阿仙奴。而呢個亦都同佢童年時嘅幻想不謀而合。喺12歲嗰年，從嗰陣時起，佢就已經對於培育出法比加斯、拿斯利嘅阿仙奴有好感。當佢出現喺 FIFA 之後，喺玩 Career Mode 嘅時候，總係成為雲加買自己。而依家佢真係着上咗呢件紅白色波衫啦。天才唔代表能夠一步登天，可能係佢過去5年最深嘅一個收穫。佢嚟到阿仙奴之後都唔係救世主，喺頭半季甚至唔能夠稱得上係出眾，20場淨係入咗2球2個助攻。但佢所提供嘅價值其實並唔單止係咁樣㗎。佢同阿仙奴陣中好多嘅球員都年齡相若，但佢所經歷嘅係多5年嘅經驗。而喺呢半年時間，佢嘅無球跑動、回追嘅能力，同埋對於創造機會嘅飢餓感、紀律、務實，呢啲都係阿迪達親眼望見嘅嘢。年輕球隊中沉着嘅領袖，擁有足球智慧去分析比賽嘅形勢，總係希望要波、指揮壓迫，具備頂級球隊中擁有嘅心理質素。呢個年紀能夠擁有呢種造詣嘅，亦都只有佢一個。佢係一個能夠為球隊設立標準嘅球員。最好嘅例子莫過於對住韋斯咸3-3嘅比賽。喺呢場比賽，兵工廠先以3-0落後。不過奧迪加特並冇因此而崩潰，都係冷靜沉着咁樣去指揮球隊，喺正確嘅時間做正確嘅事。結果喺佢嘅配合底下，幫助球隊全身而退。詳細嘅你可以去睇下阿仙奴頻道嘅 Mice Up。而半季時間入面，佢所做出嘅預期助攻、創造機會、進攻3區傳球，亦都達到咗隊內嘅第一。而呢個亦都令到阿迪達冇唔簽佢嘅理由。經過咗整個夏天嘅拉鋸之後，終於挪威天才揾到咗屬於自己嘅屋企。Trust the process。21-22球季重建期嘅最後醞釀，佢感受到球迷嘅愛、熱情同埋耐性，大家都非常之歡迎佢嚟到呢個屋企。佢對於球隊嘅付出亦都有目共睹。而隨住阿迪達球隊嘅風格同埋個性越嚟越明顯，佢就更加清楚自己需要揾一位點樣嘅領袖。喺奧巴美揚同埋拿卡錫迪離隊之後，奧迪加特就被阿迪達委以信任一票。儘管奧迪加特並唔具備好似佢哋2位一樣鮮明嘅領袖性格，但呢位年輕嘅領袖象徵嘅係球隊嘅未來。就好似當日嘅法比加斯一樣，22-23球季前夕被委任成為阿仙奴隊長。
而當時好多人都質疑佢嘅年紀點樣帶起隊波啊，但阿迪達就解釋到，奧迪加特其實就係代表球隊價值觀同一切最好嘅代表，而亦都正正係呢份信任令到佢徹底爆發。喺隊友嘅默契提升、互相呼應底下，22-23球季佢成為咗英超最出色嘅現代化進攻中場。阿仙奴幾乎每一個進攻都會經過佢嘅腳下，佢係整個英超參與射門攻勢第2多嘅中場，冇任何一個人比起佢嘅 pre-assist 更加之多。而喺條道後處理最後一腳，佢亦都絕對唔罕見。雖然大家都話佢嘅力量唔強，未必能夠喺英超立足，不過佢嘅技術就好似進攻嘅萬花筒一樣，遠射、入楔、直線、突破，全部都令人捉摸唔透。更重要嘅係，佢總係喺大戰中挺身而出。季初對熱刺30幾碼遠射入波，令到阿仙奴喺2014年之後再次作客打敗熱刺。助攻尼基迪亞絕殺曼聯，對住車路士撞射梅開2度。面對上一季令佢哋失落歐洲賽嘅紐卡素，精彩嘅遠射為球隊撇除心魔。數據上面佢全季其實只有9.93嘅預期入球，不過最後佢攻入咗15個入球。11月為球隊攻入3個入波、3個助攻，成為11-12月英超最佳球員。本季創造入球同埋助攻嘅次數亦都就僅次於曼城嘅雙子星迪布尼同埋哈蘭德。同時喺壓迫力度同埋頻率上面，佢係英超壓迫次數同埋成功次數最多嘅中場。甚至乎當阿仙奴被海鷗嘅控球牽制嘅時候，佢係第一個主動去將自己嘅角色改變，幫忙指揮球隊改變陣型嘅球員。而佢喺呢一年亦都重新遇見咗一個故人。冇錯，呢個就係翻嚟提波嘅雲加。呢個亦都係佢喺當年食飯之後第一次遇見教授。對方亦都表示一直有關注奧迪加特嘅成長，擔心有啲咩差錯。好彩最後對方選擇咗嚟阿仙奴，而呢一點亦都令到奧迪加特感動萬分，確信阿仙奴就係佢嘅屋企。喺呢一年佢成為咗倫敦足球先生，33% 絕對投票優勢底下成為阿仙奴年度最佳球員。23-24球季喺爭冠期間，佢亦都將自己推動到去一個新嘅境界。從開季社區盾就已經利用出眾腳法戲弄曼城嘅防線，攞到咗佢作為隊長嘅第一個獎杯。佢係23-24球季首位創造出50次機會嘅球員，全個聯賽入面創造機會排第3，預期助攻排第4，直線同埋禁區傳球聯賽第1。而喺對車路士嘅時候，更加創造咗單場8次機會，打破奧斯爾單場創造最多機會嘅紀錄。喺打破歐聯16強魔咒嘅比賽中，對住波圖瀟灑直線劏開防線，助攻托沙，為球隊打下晉級嘅根基。而即使喺最後佢哋未能夠重奪英超冠軍，但係佢亦都再一次成為阿仙奴隊內嘅最佳球員。而經過2季嘅表現之後，佢亦都終於履行咗大家對佢嘅期望，成為世界上最出色嘅其中一位中場。呢個亦都就係屬於佢嘅自我救贖啦。但係喺佢眼中，呢啲個人嘅目標其實根本就唔重要。所以喺上季衝擊聯賽冠軍失敗之後，佢就向住球迷表示We're all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at the moment, to be honest. I think we've been fighting so long, for the big dream, and we're so close. But yeah, at the same time, I'm so proud of the boys. I'm so proud of everyone at the club, the fans. When I first came here, all the way until today, it's such a big difference, and we've changed the club. I think you all believe in us now, and佢所講嘅大概亦都正正點明咗真相。成長又好，爭冠也罷，根本就算你嘅計劃有幾咁周詳都好，其實世界都唔會完全根據你嘅設想進行㗎。就好似今季嘅阿仙奴一樣啦。假如佢哋能夠延續過去2季嘅發展，加埋今季有少少運，少啲傷兵嘅話，其實可能佢哋依家都仲喺聯賽嘅爭冠行列。無奈今季佢哋就係受到呢啲打擊，而奧迪加特亦都係被責備嘅一個。事實上佢完全可以解釋自己發揮唔好嘅理由。例如好拍檔嘅賓位治、沙卡長期缺陣作為藉口，亦都可以責怪前鋒嘅把握力唔夠。甚至乎更加有力嘅證據可能係佢缺陣嘅2個月時間入面，阿仙奴7場比賽有4場失分，而自己復出之後15場不敗，兼且頭4場都能夠製造入球。佢完全可以用自己嘅表現作為證據去反駁，但奧迪加特亦都拒絕去攞呢個作為藉口。作為隊長，作為從小就已經俾人評頭品足嘅人，佢對於大家嘅批評全部接納，並且承認自己嘅表現確實唔夠好。而佢做呢一切嘅原因，除咗因為佢係隊長之後，亦都係因為
過去嘅職業生涯教識咗佢一個道理，佢可以檢討犯錯，但唔能夠停步。而今年嘅歐聯亦都成為阿仙奴挽回球季嘅最後機會，佢哋成功順利打入8強，而或者真係命運嘅安排啦。啱啱好10年過去，阿仙奴歐聯8強嘅對手正正係奧迪加特嘅舊東家皇家馬德里。今次去到皇馬，佢唔再係嗰個換唔切衫嘅小朋友，亦都唔係揾唔到機會嘅年輕人，佢係一個要挽回失敗球季、帶住球迷期望嘅隊長。而佢要面對嘅教練，亦都係當日將佢稱之為公關宣傳嘅安切洛蒂。至於意大利名帥，雖然堅持當時係因為球隊冇空間俾佢發揮，但佢亦都盛讚奧迪加特喺出去闖過之後，依家已經喺歐洲其中一支最大嘅球會效力。事別3日，刮目相看。當然我唔係話奧迪加特一定會帶領阿仙奴打敗皇家馬德里，呢場亦都絕對唔會係一場容易嘅比賽。但係阿仙奴唯一能夠集中嘅就只有依家啦。0-15係一個絕對嘅劣勢，但首先要有人踏出第一步，作出零的突破，然後先會有然後。改寫命運嘅時刻就可能係呢2個回合，就算喺幾咁掙扎都好，你都係仍然要嘗試。唔能夠改變過去，但可以塑造未來。若果連阿仙奴都唔相信能夠打敗皇馬，咁阿仙奴先係真正嘅冇機會。正如奧迪加特若果喺離開皇馬之後，假如有所動搖、放棄的話，咁佢今日絕對唔會出現喺歐聯8強嘅賽場上面。逆境係通往成功嘅階梯，而唔係絆腳石。若果總係懊惱過去，只會錯過未來，就好似球場上面創造機會一樣，一切可能都只係一瞬間。呢個大概就係奧迪加特故事最大嘅啟示啦。今日先講到呢度，如果中意呢段片嘅話，可以 pay me 支持一下，唔係都希望你 like、share、comment、訂閱我嘅 YouTube 啊。我係 Ryan，下次見。